暴力！全体虎豹营将士听令，随我捉拿叛贼李庸。是。全杀了，一个不留。是。李丞相，别杀我！开门。是。这是我认识的李庸啊！丞相，除了是外臣，就会有人接应我们。李庸，你投敌叛国，证据确凿，还不伏法？陆渊，阿渊呐，有时候你的智慧和判断力真的超乎我的想象，但在九国大事上，你为什么就是看不清呢？如今北烈、西戎双双逼近，我们若不主动向一方求和，称臣附议，难道要等他们打到江都，直至灭了我大圣吗？于弱小之国，唯有依附才能生存。好一个唯有依附才能生存！你这是引狼入室，自取灭亡。你当真以为我不知道北烈许了你什么好处吗？你刚刚说的那些话都只是借口罢了。陆渊围猎李庸，是因为李庸要投敌叛国。阿渊，你我多年情分，当真要如此难堪吗？李庸，本宫的乳名你不配再叫。童长，李庸，你给我放开他！母后，拿别人孩子当人质，算什么东西？皇后娘娘当真以为我不知道你这义子的真实身份吗？你自以为有力量与我抗衡，以义子之名将他接进宫来，我听之任之，没有动他，不过是早就料到，若有一日你我这般对峙，他必定是你的死穴。李庸，都给我退后！这几人偷了大圣城防图，不能退。娘娘，怎么办？都给我退后！都退后吧。退后！怎么和我知道的历史不大一样啊？我怎么感觉反而陆渊要输了？不行！放开他！丞相，杀了这小子，免得夜叉梦多。不，等一下，大家别激动，容我说两句。什么人？李丞相，你的想法是不是太天真了？你可知道你在跟谁说话？依附真能保生存吗？像北烈这样的虎狼之国，只会以小国来养自己的侵略之战，依附于他们，只怕是以肉似虎。一旦拿到降表和城防图，他们就会以代圣平乱的名义进入江都，到时候你还有什么用？他们为什么还要给你兑现承诺呢？历史上这样的事难道还少吗？胡说些什么？丞相，北烈对你可是一片真心，是真心的过河拆桥、兔死狗烹吧？胡言乱语！就是你！又是我！南圣史料就那么点儿，真写不出来吗？公子迫切之事，且居住无间，他有解。你来了，我们认识吗？妖后陆渊，一顿饭就把你给收买了，不觉得我是妖后了？陆渊围猎李庸，是因为李庸要投敌叛国。就是你！又是我！
原来陆皇后是个习武之人，而且打起来还那么暴力。各位，我们就不能坐下来好好谈谈？跳！陈风土，你们别用暴力解决问题啊！这一切皆因你而起。姓单的，当初若没有你，我们杀了皇后娘娘，跟他们拼了！丞相快走，走啊！血，沈不言。见到我的，对，才过去半个小时，难道又是做梦？这元气之变的结局逆转了？不对，这不是梦。陆渊因为我死了。我回来了。老板，现在几点？什么几钱？现在什么时辰？刚不才敲过木钟吗？虚时。虚时。雨华，什么时辰？虚时吗？
难道我进入循环，回到了缘起之变之前？看来陆渊还未下达宵禁令，我得赶紧去把一切告诉陆渊，好让他对付李庸。这是……陆渊，陆渊，陆渊，你等等！皇后娘娘，皇后娘娘，我有事。喂，哪儿来的登徒子？干什么啊？小姐，还是没找到少爷，我们去那边找找吧。走。你们不认识我吗？不认识，也没工夫认识。我们走吧。对呀，我回到缘起之变之前，他们自然不认识我。等等。在那儿，镜花楼。哦，这便是以文雅闻名9国的江都镜花楼吗？可惜现在没空看这个了。就是他。请问有没有看到一个姑娘，海棠色衣服，这么高？没看到。外面曲水流觞，斗的是诗；这里琴箫俱全，斗的是乐，皆是我大圣上寺之风俗。诸位文人雅士，才子佳人，这个我会，袁姐姐教过我，我给大家伏羲去做。你这是哪门子的伏羲去哉啊？哎呀，见我一身酒，真是晦气！事情列妥，赶紧给我下去！下去！文雅之地，怎容你如此撒泼打滚？下去！下去吧！对。哎，你们怎么说话呢？这节日本来就应该高高兴兴的。要我说呀，这位公子无拘无束，才是真名士自风流。胡言乱语，有辱斯文。你和他一起离开。哎，走，出去！赶紧出去吧！走吧。出去！走！别扫我！走！让他们自娱自乐。大哥哥，大哥哥，兄弟，咱俩不一定谁大呢，你不用叫我哥哥。朕不管，从今天开始，你就是朕最好的大哥哥。不是，从来都没有人愿意夸朕，只有大哥哥你。你等会儿，这什么也不说了。这难道就是上次来没有见到的缘起皇帝吗？但袁姐怎么看他心智跟个小孩似的？对朕好，史书上没有任何这种记载。谁好？朕今天一定要报答你啊！哎，在这儿，这个牌牌，跟你讲，这个牌牌可有用了。你这间店就送给你了。不是，我不能拿你。大哥哥不必多言啊！朕送出去的东西，就如同泼出去的水，没有收回来说。这样式，难道是圣国玉牌？哎，你好。小姐，小姐，唐人摊的老板说，少爷好像往镜花楼方向去了。镜花楼，闪开！都闪开！看上去好像颇有钱的样子。是玉盘，赵统领说20左右的白衣男子，错不了。
今天无论如何也要把他给我带走。上！哎，这有事吗？少爷，我们该回西戎了。谁是你们家少爷？别闹了，少爷，老爷还在马车上等您呢。我去，莫不成是西戎黑匪？抓住他们！这几个人是西戎黑匪！你们都别愣着！上迷药，带走！不行，我还没有把缘起之变告诉陆渊呢。皇后娘娘。哇，这么暴力！是他，没错了。冤姐姐，先杀了这个多管闲事的！啊！不行，这次我必须做点什么。机会来了！再来我就不客气。杀神的虎豹面，陆氏死后，南圣谁还有资格佩戴此面具？如此神力，究竟是哪位大将？阿石，阿石？不可能啊！陆氏浓眉广嗓，燕汉虎腮，怎会如此清秀？哎，不对，陆氏明明已经死了。阿姐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大将军哥哥，微臣救驾来迟，请陛下恕罪。大将军哥哥，我没事，那位哥哥有事。阿姐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你呢？我没事。带少爷和以华回宫。是。我不想回去，大家一起热热闹闹才有意思嘛。陛下，臣陪你玩。啊，真的吗？嗯。姐姐，我走了。以华。大将军哥哥，你说好要一起陪我玩的，不许反悔。好。不许反悔啊！以后遇到这种事，你应该先就近去找巡查兵。这得亏我刚回江都，否则谁来救你们？我不管，我相信你们。本
笨呐！我要是没回来，那我可就再也见不到陛下，见不到阿浅了。你刚刚说什么？我说，我要是没回来，我可就再也见不到陛下，见不到阿浅了。还有呢？还有什么？你还想见到谁啊？哦，这万一义父也在的话，义父岂不是也很危险啊？你义父就在车里坐着呢，有什么危险啊？那还有谁啊？你再仔细想想。哦，对，刚才还有那么多百姓，这万一要是出了什么事，那岂不是大事不妙？陆大将军说的对呀，陆大将军心系天下苍生，受万民敬仰。小女子恐怕是不入您法眼，还是让我自生自灭吧。哼！哎，以华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那你这么聪明，哪需要我来保护你啊？哎，以华，你在叫我吗？哦，陛下。啊，这军中兄弟教的，他也不管用啊。皇后娘娘，谢谢你今天又救了我。无需谢我，今夜之事还希望你多加保密。皇后娘娘，我不是圣国人，所以敢问今为元起何年啊？公子以为呢？大概元起15年。今为元起5年。我来到了10年之前。还有，我在陛下身边任职长公，切勿再叫我什么皇后娘娘，就此别过。不行，我必须把10年后的一切全都告诉陆渊。皇后娘娘，我长话短说，我姓沈，叫沈不言。我今天来找你，真的是有特别重要的事情要告诉你。10年后的今天，李庸会投敌叛变，他会带着伪造的求和国书和城防图逃往北列，还有他会在亥时3刻从东门出逃。你一定要提前布防，你要保护好自己的养子，不能被他挟持了。还有，快些，义父在等着呢。你究竟在胡言乱语什么？我去过10年之后，我一定要把知道的一切都告诉你，好让你提前做准备啊。去过10年之后，你这话实属荒谬。我根本没有什么养子，李丞相也不会投敌叛变。今夜我不与你计较，请你速速离去。陆姑娘，你如何才能信我呀？不要再跟着我了，再跟着我就不客气了。阿渊，没事吧？没事。这是，来，李庸。围攻！何人擅闯宫门？哦，我是陛下的御史，刚在宫外办完差。啊，大人请见。来，阿渊，慢点。10年前的陆渊和李庸竟然这么亲密，不行，我必须把李庸的真面目告诉陆渊。哎，这么多孩童玩物，莫不是元起皇帝的寝监？阿渊，靠近一些。我去，李庸这是要对陆渊做什么？再靠近些。再近。丞相，烛火过盛反而伤眼。啊！嘘！来来来，陛下，这陆长公跟李丞相什么关系啊？很要好吗？反正比跟朕好，明明是朕的冤姐姐，天天晚上都被他霸着。陛下，那个奏折平时都是李丞相批吗？
朕不喜欢写字，亚父喜欢写，那就让他写好了。亚父？那大臣呢？陛下平时不见大臣们吗？亚父不许朕在大家面前讲话，朕都快憋屈死，无聊死了。他以为大圣靠的是谁？什么叫独断专横、只手遮天？若没有我，这大圣早就完了。丞相，自5年前陛下意外痴傻，为隐瞒真相，政事便只能仰仗丞相处理。如此劳心劳力，却又多受误解冤屈。阿渊代大圣子民向丞相道一声，丞相辛苦了。有阿渊懂我，便无怨了。启奏陛下，陆大将军有军情禀报。宣，是。义父，阿姐。今晚进花龙的几个西戎商人果然有问题。我问了军器监，他们所用的弯刀虽然形似西戎弯刀，但材质不对，是北列寒铁所造。他们是北列人。北列人？难道是李庸出卖了皇帝的行踪？单就弯刀的材质判断他们是北列人，是不是太武断了一些？更何况北列人为何要扮成西戎人，带走陛下？当然是祸水吸引啊！当然是祸水吸引。北列与西戎已交战3月有余，正是胜负关键。若此时陛下被带到西戎，我大圣必举全国之力前去营救，北列自然可以坐收渔利。而且前日边境有消息传来，火风堡附近有大批牧民向西游牧。我一直疑惑，此时西境兵荒马乱，为何还要西迁？你怀疑这些是火风堡北列军侨办？没错。义父，此时如果火风堡的北列主力已驰援西境，那正是我军收复河山、一雪前耻的大好时机啊！火风堡，我记得火风堡是……元气之变的结局逆转了，不行！你们不认识我吗？不认识。我来到了10年之前。不要再跟着我，再跟着我就不客气了。阿渊，靠近些。10年前的陆虞安和李庸竟然这么亲密，我必须把李庸的真面目告诉陆渊。义父，此时如果火风堡的北列主力已驰援西境，那正是我军收复河山、一雪前耻的大好时机啊！火风堡，我记得火风堡是……阿石啊，民乃一国之本，一旦开战，必劳民伤财。现如今的大圣，宜和不宜战。切，话说起来一套一套的，他不是早就跟北列勾结上了？义父，火风堡的百姓到现在还在被北列人奴役，我们身在江都，享受荣华富贵，难道就把他们给忘了？好了，阿石，你不要再说了。丞相向来顺民心，听民意，但兹事体大，还需明日召集大臣，从长计议。阿姐，丞相和阿石皆是为国为民，忧思烦闷。阿渊为你们弹奏一曲，解解烦。变了，全都变了。这10年前、10年后差的也太多了吧？陛下为何生气啊？渊姐姐只给朕弹过1次这首曲子，大哥哥干嘛这么生气啊？我没有生气，我干嘛要生气啊？我知道了，大哥哥跟我一样，都喜欢渊姐姐。怎么可能？你说什么呢？我听过好几遍这曲子，今天怎么这么多错音啊？没有吧？我觉得挺好听的。
皇宫岂是你能随意进出的地方？你想帮陆石促成火风堡之战，对不对？你说什么？我昨夜听你奏的曲子里有几个错音，难道是传递了什么消息出去吗？野史相传，圣国有一传音解字之术，可通过错音之间的间隔传递秘密信息。昨夜整整一宿，你和陆石都未离开过李庸的视线，想必你与殿外的以华早有一套约定的音律密码。你表面对李庸百般顺从，其实却早已在宫外布置了完整的情报网，为你所用。音律密文被层层解密，传递出宫，才有了现在足以挟制李庸的局面。先生，有长空的意思。诸位可听说了北烈蛮子又一桩暴行？听说了吗？北烈蛮子太可恶了，是吧？是。哎，听说了吗？昨天夜里，北烈蛮子在镜花楼里刺杀陛下。什么？太嚣张了吧！走，咱们到红宫门口抗议去。走。说个事儿，昨天夜里北烈蛮子在镜花楼刺杀陛下。真的？刺杀陛下？太可恶了！消息昨日夜里就传出去了。今日一大早，百姓集结在宫门前，纷纷请愿，想要朝廷出征啊！你早就开始怀疑李庸了，对不对？你知道李庸根本不打算收复火风堡，因为他和北烈有勾结。你在李庸身边伏低作小，这些我都看出来了。但如今你帮陆氏暗中谋划，但你可知此战他凶多吉少？元齐5年的火风堡之战，便是陆氏的死结。义父，您不是要听民意吗？您听，这就是民意。收复失地，夺回火风堡！收复失地，夺回火风堡！之前在镜花楼胡言乱语也就罢了，你现在又来咒我弟弟，你……看来阿石始终都是有血性的孩子，没有忘记火风堡之耻。其实义父也有此意，只是想看看你的决心。既然你心智坚定，那自当以收复失地为大。我去向陛下请旨，啊！你就算不信我，那可是你亲弟弟，宁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无。你真的不打算阻止一下吗？陛下有旨，大将军陆石即日出征，收复火风堡。谢陛下成全。吾皇万岁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出来吧。
到这儿来，胆子倒真不小。李丞相，你明明知道我北烈守备空虚，说好不趁火打劫，怎么反悔了？要不是你自作聪明，搞什么祸水西引，陆师能察觉吗？你们慎国有句话叫“好心当作驴肝肺”，祸水西引，皇帝客死他乡，还不是为了让你李丞相登上大位吗？赵启龙，你以后少给我自作主张。本相有本相的安排。接管大圣，我要的是名正言顺，要的是心服口服。记住，你是北烈人，我是郑国人，我们始终不一样。你要是打了火风堡，就别再妄想北烈以后会相助于你了。放心，火风堡换陆石，你们北烈皇帝谢我还来不及呢。火风堡换陆石，你什么意思？一把不听话的刀，纵是神兵利器，又有何用？你要杀陆石？阿姐，阿姐，阿姐唤我来有何事？阿诗，火风堡一定要去打吗？我没想到阿姐你也会这样问我。我一直以为最了解我的就是阿姐你，可你怎么也和那些朝堂官员一样？阿姐只是担心你，阿姐只有你一个亲人。阿姐，你如果真的把我当亲人，就应该支持我的选择。我只是突然理解，阿爷为什么不让你去参选。我知道阿姐是担心我。以前我不是没有害怕过，可如果每个人都想着保全自己，还是相信我说的，对吧？如果实在不能阻止他，就带我一起去吧。10年后，关于你的一切。8年前，将你们阻挡在琉璃谷外的人是陆氏。如今走出关外，虎豹营已有了千千万万个陆氏。失去的东西，我会亲手夺回来。陆大将军已经开拔，陆长公已回老家南孟湖祭祖的名义随军。知道了。李丞相，赵某还有一事不明。陆将军与北烈是心腹大患，可于大圣却是一道坚不可摧的屏障。纵使他不听话，你
真的愿意这么杀了他？北烈与西戎交战，无暇难顾，只怕祸起萧墙，才是我眼前之大患。原来如此。陆丫头长大了，不听话了，只有折了她的羽翼，这支纸鸢才能永远地牵在本相手里，大圣才能永远在我掌握之中。驾！哎，这骑马怎么跟我想的不太一样啊？小姐，他也太慢了，我们都赶不上陆大哥的队伍了。哎，一华姑娘，莫要着急赶路啊！这人呐，有时候就得慢下来，看看路边的风景。不会骑就不会骑，哪那么多理由？一华，不要对御史大人无礼。下一站我们给他找辆马车。啊？哎，不用啊！谁有马车呀？我不需要啊！你们先走吧，我一会儿自己过来就行。哎，这怎么还停下来了？他该不会是要用走的吧，小姐？我就不信了。去！沈公子不必逞强，实在不行的话，我载你也是可以的。不用，说谁不行呢？我沈不言就算是爬，也绝对不会劳烦陆姑娘的。行。驾！上！陆姑娘，陆姑娘，驾！这也太快了吧！这里依山绝谷，确实是个扎营的好地方。陆师果然名不虚传呐。马都不会骑，还评论起陆大哥了。小姐，喝点水吧。给他吧。我不去。小姐。沈公子，喝点水吧。谢谢你啊。一直没机会跟你道谢。我让沈公子以御史监军的身份随军出征，自然不会怠慢。沈公子不必多想。我说的是镜花楼那次，谢谢你救了我。镜花楼那次也是为了救陛下，你只是顺便吧。陆姑娘，你明明人很好啊，为什么这么冷淡呢？沈公子，你还不了解我，不是吗？走吧。虎豹营已经抵达南梦湖驻扎，与火风暴之间只剩琉璃谷一道屏障了。丞相打算何时何地对陆氏下手呢？别急呀。他的一举一动都在我的监视之中。元启5年春日的某一天，大将军陆石率虎豹营进入通往火风堡的要道琉璃谷，却不料伏兵四起，漫天大雾中，杀神大将军陆石身中数十箭而亡。我们在这儿，这侧是北烈军。所以敌人很有可能在琉璃谷设伏。我建议从东侧水道绕行。这个监军真是……沈御史，你懂兵法吗？兵贵神速，走南梦水道绕行，岂不是白白给北烈回防时间？北烈追风营以宇文破军、宇文破晓兄弟为首，最善长途奔袭，出其不意。
我原本以为大将军聪明睿智，现在看来，不过是鲁莽自大之辈啊！你，沈御史，你只是陛下派来的监军，无权干涉我的决策，请你恪守本分，否则。 报！禀大将军，事后来报，琉璃谷没有发现伏兵踪迹。知道了。怎么样，沈御史？以后别再不懂装懂了。纸上谈兵谁不会？看来大将军早已派人探查，在下武断了。大将军智勇双全，杀神之名，名不虚传。嗯。 好，记已查明，明日卯时，我们一鼓作气，穿过琉璃谷，杀他们个片甲不留。末将领命。下去吧。是。演得不错呀，你那水喝的不也挺逼真的？哎呀，所以你是早就知道琉璃谷必有伏兵，将计就计，是因为军中有细作吧？ 很快，细作就会把我笃定琉璃谷没有伏兵的消息传给北烈了。到时，他们只会认为我是一个立功心切的莽夫罢了。咱要不把这莽夫再坐实一下？嗯？陆大哥，明天就要进攻琉璃谷了，还有心情带我们来烤肉？报告大将军，糖已经准备好了。好，知道了，辛苦你了，小五。还有什么事吩咐我去做的吗？没事了，下去吧。真的没有了，我什么都能干的。没有了，谢谢。谢谢大将军，这是您第一次吩咐我做事，小我很开心。小五虽是新兵，但做事绝对可靠。人家能为你做点事都很开心，咱们却在这儿吃喝玩乐，这样怎么对得起他们？干什么？你有病啊！宜华姑娘，想打胜仗就得像这样多闹腾点儿，让军中的细作认为陆大将军已经卸下防备了。听到了吧？我听你的头啊！你给我站住！今天非杀了你不可！你又追不上我，让你吓唬我！所以，你明天有何计划？这实在是太好玩了！站住，别跑！追风营长途奔袭，人数辎重并不会多，所以守堡之战于他们不利。只有在365天，300天都有大雾的琉璃谷设伏，方为上策。但是宇文破军、宇文破晓兄弟二人定然想不到我们会将计就计。将计就计的确会让人出乎意料，但是伏兵也是真刀真枪，他们居高临下，你又有何胜算？琉璃谷是他们的利剑，也能成为咱们的。到时候陆石会率领主力攻上山头，占领高地。若阿石率主力兵攻上山头，那进入峡谷诱敌的陆石又会是谁呢？明日自然会有一个信得过的人去完成这个任务。可此人四面被包围，又当如何全身而退？是啊，若计划失败了，我会真的死去吗？还是会回到属于我的时代？想不了这么多了。沈公子，没事，我们十拿九稳，你放心吧。只是，如果明日我真的帮陆石化险为夷了，你是否就能相信我那日在镜花楼说的话？明日你便会知晓。
早些歇息。明日带上陆石的虎豹假面诱敌，或许我就成了历史上那个死去的陆石呢。那今夜是不是就是我最后一次见到陆渊了？陆姑娘，沈公子还有何话要说？小姐，小姐，小姐！哎，这位大哥，你有看到陆长公吗？大军已经出发，没有看到陆长公。去哪儿了？沈公子，你见到小姐了吗？怎么了？你们早就认识我，是不是？小姐，你又犹豫了是吗？他这次什么都不知道。果然，我下次什么都没有告诉他。你也是这样叮嘱我们的呀，告诉他，无非是徒增他的困扰。既然一切都无法改变，为什么还要开始这段因果呢？是啊，恐怕越是在乎他，越不应该与他相认。反正一切都是徒劳罢了。皇后娘娘，我不是圣国人，所以敢问今为缘起何年啊？那一日我反问了你，公子以为呢？其实是想知道，到底还有多久才能再见到你？大概缘起15年。原来还要10年。今为缘起5年。我知道，你说的一切都是真的，可你却根本不知道，这些年来我所经历的一切。我每一次心怀期许，却又被狠狠地打碎。但是我仍然抱有一丝的希望。如果命运真的可以被逆转，戴上这假面的人也不该是你。如果必须有一个人要死，有埋伏！我希望那个人是我，因为你和陆氏一样，都是我生命之中最重要的人。
这一切根本不是我回到10年前那么简单，而是我们在一个逆向的时空里相遇彼此。陆渊，陆渊，陆姑娘，你如何才能信我呀？之前在镜花楼胡言乱语也就罢了，你现在又来咒我弟弟。如果明日我真的帮陆石化险为夷了，你是否就能相信我那日在镜花楼说的话？明日你便会知晓。不好，有白过！陆将军，在下宇文破军。 好久不见呐！你是谁？陆石呢？在取你性命的路上。传令，在，先杀了这个妖妇。是，给我杀！李丞相，胡宝营果然将计就计，进入琉璃谷了。做，还做什么呀？我来是告诉你。 进入琉璃谷的人根本不是陆石，他们这是要攻上山头后发制人呢。你怎么就不着急呢？要不我这个丞相你来当？我赵启龙把你当成兄弟，你怎么什么都不跟我说呢？无妨，他们不过是负隅顽抗罢了。今日琉璃谷天朗气清，陆石休想借物攻上山头。 他与谷中替身，皆必死无疑。哪怕代替陆石的是那个女人，谁？将军，虎豹营各个精锐若互相配合，我们恐怕不是对手啊！末将建议不要再近身肉搏了。连他都打不过，一群废物！一下就送死了！全体步兵改用弓箭。列队阵，保护陆长公！ 大将军怎么还不来啊？都别等了，赶快投降吧！陆石想要攻占这个山头，今日但凡有大雾，他还有小小的机会。只可惜呀，这个琉璃谷平时300日都有大雾，今天却天气晴朗，惠风和畅。你们的陆将军。 此时恐怕已经被射成刺猬了。陆长公，我等受陆将军所托，护你周全，今日定要助你突围。别说话，怎么突围啊？范老憋到这个节骨眼了，你就不要说丧气话了。助驾请殿，当救兵为首。这个宇文破军一直躲在背后，一定是个怯懦之人。少侠施压，他定会乱了阵脚。我们必须以攻为守。 虎豹营的将士听令，跟我杀！往箭射死他们！陆大将军，着力迟迟未到。陆长公，陆石的骑兵为什么没有到？是谁偷听了我们的计划？小五？难道小五就是北烈的细作？
一开始就不该来到这个地方，不该见到你，更不该让你相信我。我只会让一切越变越糟。陆远，我还是没能。我们赢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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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赢了！是你改变了陆氏的命运，是你让我们化险为夷了。沈兄，情况有变，这是斥候从琉璃谷带回来的。木炭质量受空气湿度影响，湿故木炭重，燥故木炭轻。琉璃谷明日当晴空万里。若无大雾掩盖，成功突袭的概率是多少？不到30%。有糖吗？有，但你要糖做什么？有就行了。这里常年打仗，遍地粪土，你再去找人产些粪土过来。粪土？土法提炼硝石。师兄，这硝石和糖混在一起，能干什么呀？不懂了吧？3份硝石，2份糖，造烟雾弹。啊？这叫天不助人，人自助。随好我！大将军不好了，山路已被大雾掩盖，那就给我放乱箭！别去上山了！必须上山了！给我上！不许后退！给我顶上去！都给我上！别让他们过来！救我！过来救我！原来是个粉面小将。是陆石，他是陆石。雪场之日即是今日，随我占据高地，杀入火凤堡！杀！